今日分享一個黑松露芹菜炒牛肉，炒出嚟芹菜香脆，牛肉嫩滑。黑松露嘅加入令香氣直接開掛，低脂高蛋白，男女老少都啱食。今日買嘅係吊龍，將佢切得薄啲同埋細片啲，配合翻香芹溜溜瘦瘦咁嘅樣，咁樣呢一碟餸睇上去就和諧。調味放一啲生抽，些少靚蠔油，一羹仔白糖提鮮，少少胡椒粉去香增色，嚟多幾滴老抽等佢睇起身更加似牛肉，逐少少咁加啲水落去，將啲水分完全揸晒入去啲牛肉裏面。見到碟底已經冇晒水啦，呢個時候手感仲未係好濕潤，咁樣你就可以加第二次，一直用隻手去感受佢嘅濕度。如果覺得差唔多嘅時候，俾啲生粉落去鎖住水分，最後放啲油落去同空氣隔住一下，呢一個就係牛肉嫩滑嘅關鍵。香腸切3到4厘米左右嘅長度就得啦。切好之後再攞去洗，跟住落嚟去調一個靈魂汁汁，2大羹嘅黑松露醬，再嚟啲生抽增香，胡椒粉，再嚟1羹生粉。想炒起身有啲汁汁就放細半碗水，想乾爽啲就放少啲水，就咁樣撈勻佢就得啦。手上嘅呢一樽黑松露醬咧，佢添加咗5%嘅黑松露，哪怕係只有5%，你食一細羹，你出嚟嘅係全部都係黑松露嘅香味。而且黑松露咧，佢好處多多啊，但係一啲都唔貴。如果未試過嘅朋友咧，可以買翻樽翻去試下，唔會令大家失望嘅。我已經將佢放咗喺視頻嘅左下角啦，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點入去睇下。熱鑊熱油放牛肉，全程保持大火，用大火去鎖住佢嘅水分。我哋呢啲咁薄咁細嘅牛肉，用大火每年之10秒8秒就得啦。牛肉一轉色就可以出鑊啦。重新起鑊，放少啲油，薑蒜放落去慢慢爆香。蒜頭一變色，我哋放埋啲菜落去，調味放1細羹鹽就夠啦。馬上灑啲水落去，開行個大火一直翻炒，流鑊氣就係咁樣出嚟啦。芹菜就好易熟嘅，千祈就唔好炒咁耐，炒佢10嚟秒就可以放埋啲牛肉落去啦。又繼續翻炒，將牛肉炒熟，最後留翻剛剛嘅汁汁落去，降溫會揮發黑松露嘅香味。放落去真係炒佢2下就要馬上出鑊。呢一個黑松露芹菜炒牛肉，你哋一定要翻去試下。一啖咬落去，好味到你嘭嘭聲。做人最緊要開心。你今日笑咗未啊？